其实我迄当时啊，想讲我要死啊。总会怀疑家己的人生是毋是要直接结束啊？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同愈讲愈认同大家好，贵宾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地新闻的记者芬川。8月8号要到啊！哦，8月8号有3项最重要的代志。第一项，父亲节。父亲节，父亲节吧。对啦，我挑工的啦，因为我想要阮爸爸帮我买礼物，帮我父亲。这么友好哦。对，应该是我替父亲。还有另外一项，第二项重要的代志。我知影，东京奥运结束的迄天，最重要的。你看这道的奥运吼，咱做侪选手吼，拢帮咱摕做侪奖牌的。对无唔对？金银铜，金银铜哦，成绩拢更加好。这天结束了吼，我嘛希望吼，咱的政府吼，就是好，给互因一寡补助。对，运动选手的处境吼，对，唔通遐尼为难。有当时要训练无钱啊，要训练时无所在当练啊。对，这是咱台湾做运动选手长久以来的问题。对，爱互因加菜金。是第三项上重要的代志是啥？第三项上重要的代志，我的生日。哦，你的生日早就过啊，你讲就要地天比较假吼。第三项上重要的代志，我来讲。好啥？就是咱小鹿永相记。要出啦！要出啦！真的哦！陈嘉玲回来。我一定要看。你一定要看哦，因为对我来讲啊，第一季啊，系啊，我家己看甲足感动，嘛是足好笑的。第一季吼，我看3遍。真的哦。嘿，我自头到尾看3遍。第二季，咱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讲，有一寡好看的所在。第一项，咱一开始有预告有内底有，咱有看到陈嘉玲细汉的时阵，是女性第一摆来说来的时阵，是什么反应？你是什么反应？夭寿啊，着痔疮啦，离你一公斤啦，没事啦。其实我迄当时啊，想讲我要死啊。总会怀疑家己的人生是毋是要直接结束啊？我讲一个例，我小学4年的时阵，有一个女同学，迄个同学吼，伊咧上课的时候，伊咧哭，毋知咧哭啥，哭到吼，老师看到来甲关心，伊甲老师讲吼，一名老鬼啊啦！结果老师较伫上课的时候，解释讲吼，这是女生拢正常的现象。来说，讲到来说这件代志的时候吼，咱嘛爱注意看讲吼，小学的性教育。对，就是讲女性爱知影查甫囡仔身体的状况，是，伊的构造是安怎？男性嘛爱知影女性，知影家己的身躯的构造是安怎？是所以伊较知影说，这个时阵我来说是正常的。我要安怎处理？对。第二个嘛是大家吼，伫第一季内底笑甲种欢喜的一个。是，你是毋是偷我出门，搁偷看电视？无啊，无，电视搁烧，搁讲无。因规个家庭迄个中药房，到底是刚好万事兴呢，还是差价垃圾？其实拢有。其实拢有吼，因为嘛有欢喜的代志，嘛有伤心的代志。互人对来看，对来笑，搁对来流目屎。是，第三个，这就爱由你来解说。其实细汉的时阵，大家拢会对查某囡仔有一寡期待。对。比如讲，就会甲你讲，无好读书叫考到升学班了，你有去工厂做女工啦。其实做一个查某人足辛苦的，爱请假啦，该趁钱啦，对，顾囡仔啦，一大堆代志啦，符合社会期待。是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做困难的所在，真正做一个查某人做困难的。另外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吼，第一季内底有无？咱家庭迄个感觉吼，就是大来的查某人，伊出社会时阵啊，嘛是爱家己。增加有一个查某款有无？是。毋过吼，到最后发觉家己讲吼，其实查某人应该爱知影家己真正想要爱的物件是啥。是。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新的角色。新的角色是啥？伊你讲伊第一季内底哦，陈嘉玲的姑姑生的。哦，查某囝，对，迄个肉酸呐。对，肉酸。对，肉酸大汉啊，伊嘛对咧大汉啊。对。迄个大汉的是咱的女性伊演的。伊即摆来演这个角色吼，我感觉伊的演甲足好的。伊伫预告内底伊嘛讲吼，伊的经纪人嘛甲伊讲吼，这根本就是演伊家己嘛。我是来应征助理工作的洪玉轩，我可以先预支2个月的薪水吗？其实演戏就是讲吼，你来当演家己吼，迄是上好的。对，表现是上自然的啊。我嘛足期待，感觉一定真好看。对，佫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。你袂晓，好做你足强的。
单嘉玲跟蔡英心，蔡英心感情到底是安怎发展？第一季内底吼，是单嘉玲，伊是跟伊的未婚夫对先有婚约嘛，对对对，有婚约了，有没结果我爱结婚啊？结婚啊！说实在，我本来以为你离开台北天龙国会后悔。我陈嘉玲从来不做后悔的事。啊，倒来时拄着蔡英心，拄着蔡英心的时阵吼，伊的规个感情人生就转变了。最后吼，伊决定要伫因厝邻附近的一个鬼屋无，是把迄鬼仔厝鬼仔厝买落来。你莫咧假咬啦，叫佢专门来处理到我啦。我当家己来。对，因的厝会变安怎？因的感情会变安怎？真好奇呢嘿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足使人期待 CP，都一对 CP，就是单嘉明跟柯建佑。陈嘉明，你戒指嘞？哦，这两个人 CP 吼，到底安怎发展哦？因为我大家看到因两个倒伫面床顶尔，你这有什么刺激的代志发生？这期待的，就想要来看。做遮尼侪重点吼，演出来是一家伙仔装甜可惜，装甜可惜，我甲它写到足清楚。譬如讲吼，有个内底，咱的主角吼，单嘉玲伊有讲一项最重要的代志。你拢甲查某讲足可怜的，无强好诶。咱查人一世人吼，就是安尼听过来啊。伫咱这台湾啊，这个世界内底吼，其实做一个查某人足辛苦的。其实我家己因为单嘉玲伊的出身的背景吼，是伫台南嘛，伊内底有做一个台南的代志，互你想到少年的时代，细汉的时阵，即摆共款真少年。嘿对啊，你嘛知影爱学我一条我吼，因为看到这个物件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吼，家己的故乡的物件会当搬起来电视剧内底，我感觉吼足感动。另外一个是伊大汉的过程，对，有足侪拢看咱生活当中是共款的，所以做感觉。讲遮尼济，到底什么时阵要搬啦？就是8月8号。8月7暗时9点，花是12台较有哦吼，不是52哦，52是新闻哦，12台有咧报 Catch Play， 对 ，Catch Play 嘛会使看。嘿，啊你也当作无看过第一季吼，的观众朋友吼，一定爱去看。你真正足爽的啦，这世间上哦无人比你更较爽啊，一定爱去看。所以第一季吼，咱要去对看。8月2号开始，伫咱 YouTube 顶管华视戏剧频道，逐工的9点、10点，两集做伙看。啊，去看安尼看，两集做伙看，看到8月8号，多好会当接第2季。啊，后悔这个时间吼，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你等我！啊！呀！我的啊！哎，谁个定价呢？医生，你拍定掉啦！顶下大条卡有人无？顶下大条卡，差没？你今晚是搞考吧啦？